就快過年啦，終於到我買車啦！今次嘅預算咧就係15萬以內嚇，要 B 級嘅，即係有空間啦，要舒適嘅，仲有咧就係有啲駕駛樂趣嘅，以及就係要省心嘅，呢個好重要嚇。但係咧我一定唔會買新能源車，大家有啲咩好推薦咧？不如我哋一齊過去二手車市場睇下先。咦，見到新款嘅凱美瑞，嗰個超預算，有啲意思嚟。09年嘅，我又見到有隻皇冠啊，12代嘅09年嘅皇冠。佢而家標價12萬9800，呢台13萬幾，呢台12萬幾，但係當時嘅價錢咧，一部開兩部喎，所以你話皇冠係咪真係保值啊？都可以考慮皇冠喎，睇下啲年份新少少嘅。有台13代嘅皇冠，稍為新一啲嚇，睇下佢咩年份先。呢個係2.5㗎係嘛？係啊。幾年㗎？10年。10年嘅車，13代啱啱好換代，胎壓監測都有喎。係啊。我 check 個車況先嚇。有冇咩事故啊？呢度有修復過。發動機嘅聲又幾靚，大概心度有個。咦？有台10幾年嘅睿智喎，13年嘅睿智。我睇埋佢先嚟，13年睿智新好多喎，睇兩個款係嘛？應該係呢隻後生仔襯啲㗎，即係啱我哋啲20零歲啦嚇。有冇鎖匙啊？有㗎。我叫你攞條鎖匙啫喎。你等陣間收租啊！鎖匙都換咗，咦？睇嚟呢個原車主係有啲要求喎。中控屏幕都換咗嘅，一係就對音響有要求，一係就內飾有要求。V6 後驅，重實交代呢個位置出咩問題先得？嗱，可能又係同樣嘅情況咯，係呢塊。即係呢塊都可能有修復過嚇，但係我睇個車況咧，比皇冠係靚仔好多嘅喎。有個細節我話俾大家知，你過嚟呢度睇下，佢貼咗一塊嘢喺度嘅喎。呢個咧就係防雨膜嚟嘅，試下效果先，睇住啊！射晒水嘅，呢個非常之好用，喺雨天嘅時候咧特別安全啊！教大家點樣領啊！你打開支付寶，搜索雨天神器，免費領一個，而且而家領嘅話咧可以享受全國最低7折加油優惠啊！再加埋睇下呢個用嘅雨眉咧，質量同埋牌子都係過硬嘅，淨係一副咁樣嘅雨眉都要成1000蚊，所以從呢啲細節可以睇得出咧，呢個車主應該講係非常之愛車嘅。99,652公里，咁究竟呢個公里數真唔真咧？我哋再俾大家睇兩個可以參考因素。安全帶其實佢係冇點樣去翻新過，基本上啊，呢個咧就係正常嘅磨損啦。係真係有10萬8萬公里嘅呢個坐嘅磨損，但係呢一塊係可以單獨去換嘅。俾我睇下6本，有冇6本喺度？有嘅。呢個應該係女司機吧？一手女司機。OK， 13年嘅車，幾錢？平啲？咁如果初仔你買嘅話，平啲嚟啦。你識我咩？邊個唔識你先得㗎？識我得啦，幾錢？平啲。咩嚟啦？落地。